那个日式酒蒸蛤蜊，那这个是仿那个日本那个日剧深夜食堂的料理哦，好像又要帮深夜食堂呢做一个广告啊，对啊，就是非常轰动的一出日剧，对，这样就不孤单晚上的料理是好。对，新鲜的蛤蜊当敲是有实心的声音，对，如果不新鲜的话，打起来的声音呢，声音比较空虚，对，然后会比较蹦蹦蹦啊，这种声音就比较。咔咔咔，就有这种石头的声音。那我们就直接把新鲜的蛤蜊放进来这个盆子里面，这里大概是1斤的分量。因为等一下是用下去蒸的嘛，所以我们开口大概都稍微摆放一下。哇，这个其实就是重点了。我本来以为说啊丢进去就好了，其实呢，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同样的这个遭遇，就是说，哎。怎么有的同样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有的地方呢，就是这蛤蜊呢已经早就开口了，有的它再怎么样，它就憋在那个地方，它就不开口。对，我们大概排一下，你不要把它真的3、4层叠在一起，这样子其实因为它有那个重量的话，它有时候想开它也你互叠1颗可能还无所谓，但是你互叠2、3颗，它可能就不开给你看。OK， 我们就加蒜头。如果不爱蒜头，可以加少一点。但是我讲实在的，蒜头蒸好之后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对，没有什么呛味，对身体也很好哈。对，蒜头对身体很好。我今天用的是清酒，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米酒，因为清酒可能不是那么好取的。好，要特地去买1瓶清酒啊。通常在国外的话呢，日本超市呢一定都有卖清酒啊，所以大家别烦恼啊。既然是看这个日剧来的话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把它日到底哦。然后九层塔一般开始的话，我为了要增加香气，我会先放个几片下去。虽然等一下蒸了之后会很丑，会很丑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上面还会再叠新鲜的九层塔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入电锅。它都不需要调味吗？不用，我们吃它原味，因为蛤蜊自己会有本身就会咸，对，本身就有鲜味，所以其实这一道非常健康。然后又有清酒，那清酒对身体其实也不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那个电锅里面去。然后外锅的话就是1杯水，对，1杯水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这。那这第1道料理就几近完成了。是不是简单到让你不想做呢？其实这种料理呢，有很多人哈，他都会觉得有困难度哎。因为有的人啊，你不要看那么多的那个蒜哦，有的人连切蒜都不会切哦，所以观众朋友也不用紧张，外面有很多一罐一罐啊，都卖好、都切好的蒜头。对，哦，所以做料理不难。或者现在有很多小工具，我们可以善用，转一转，它可能就是变成蒜碎之类的。对，都有很多辅助的这个器材哈。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进厨房。对。好，我们蛤蜊出来了呢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刚刚我一直很担心那个九层塔会很丑，对不对？结果出来那九层塔好像已经融在里面，消灭了。对，已经被蛤蜊消灭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在把它把鲜艳的这个红色加进来。对，其实不喜欢或者不敢喝酒的观众朋友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。我们经过整个这个在电锅里面蒸的这个一个时间里面呢，其实酒精的成分已经大概挥发了80%了哦，几乎没有什么酒味了哦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把九层塔摆上去。